弟子赵长明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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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天使德，感谢点燃师，感谢各位前贤大德，默写导读完毕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感谢明任师兄，感恩哦，各位前贤师兄，感恩各位隐藏师师兄，大家晚安，再见各位隐藏师啊，各位领任啊，陈领任晚安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坛子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元宵节快乐，领任再见了点经理再见了，领任晚安。前贤们护领任晚安曾经理晚安，前贤们晚安。